個都冇鬼用，翠蓮湖嘅風箏最好，你嚟放，知道？重陽浪拍天，獨招紅樹
迎山前，海南錦月花還好，未覺秋聲過耳邊啊！一文兄，前面就係聖母宮啦，不如我們前去遊玩一番，好嗎？好極啊！一文兄，意下如何？小弟意欲暫臨，飽看這眼前景色，諸位先行吧。如此說我等我等三人人先行先行也也罷罷。請請。公子，筆墨已經備好啦，不如俾我去嗰邊玩嚟。好啊！多謝公子。天開地闊生秋色，水泰山容動客心嘛。美景無如海島邊，眼底傾崖勝洞天，豐滿帆啊如群啊勾軸，要打魚啊船，看天上景況似魚，似雨線，似雪片，似雲端無白煙。哎呀，碧空雲落斷線之餘，看它漂泊西東。險落山前水面煙。哎呀，好一隻漂亮嘅蝴蝶風箏，不幸線斷飄零，落得身黏塵土，真係可惜，可惜㗎。誒，趁我詩意正濃，不若在風箏之上題詞一首，倒是一番雅事呀。正是幾層曉夢迷蝴蝶，一片秋心託子語。為找風箏到山
哦，係我方才拾到噶，風箏係我㗎。係你嘅。如此說，物歸原主啊！多謝相公。哎呀，相公啊，呢隻風箏都唔係我嘅。吓，又唔係你嘅？我嗰隻風箏上邊係冇寫到字㗎。風箏上邊嘅字係小生方才寫上去噶。你寫咗啲乜嘢係事？姑娘放心，待小生念來你聽啊。不羨紅絲牽一箭，扶搖直上遙空，幾曾受夢要放鬆，凄香心願轉寫影骨玲瓏，信道黃花還比手無端輕落泥中，盤將若嫉鬥西風，名雖同子薄，身肯逐漂泊。借物抒懷，別無他意呀。名雖同子薄，身行逐漂泊。姑娘，你何以會傷心落淚呀？相公啊，方才聽你念詩我敢那懷心那細，不覺暗自我見姑媽娘，佢感觸傷心，引起我同情，一打念。想演到相逢何必曾相識，我能解你悲酸。
你既係新啊世妻啊娘，卻又何話放對我細談一片言。多感聲風洗眼，我且忍淚。姑娘賣身葬母，孝義冚家，想必令尊翁定能設法贖你回去呀！怎來禍不單行哩？親爹爹更不得行，只一朝夜大看天，強迫飄落水溝中間，我負受下公差後打喪王情。堪嘆弱女飄零家參變，沉淪苦海更堪憐。你何不拜求親友，贖你出生天？無親無故，要贖無錢。小生家道清貧，亦係一籌莫展，空有滿腔熱憤，亦無能解慰你悲酸。正是百無一用是書生，可憐人對可憐人啊！相公你心切關懷，我已經感激不千望。哎呀，夕陽西下，我都不敢多留
賜告尊姓大名，俾我留為紀念呢？小生張日文乃係文昌人士，家中只有慈母在堂，現在瓊台書院謝寶老師門下攻讀。原來係張相公，張相公珍重啊！翠蓮姑娘珍重。我行人投下淚，秋山舊月有提見寫有男人詩稿，因何風箏會藏在女兒房內？定要問白分毫，夫人上堂。拜見老爺。老爺何時怒氣沖沖啊？夫人，你好家教啊！女兒有辱門風，皆因拜兒遲無。老爺何出此語？妾身如在滿湖樓。女兒同學放風箏，此事你又何須披露啊？風箏藏在女兒房內，尚有淫詞一首，來歷不滑頭，那去一可啦！大人，何事？到台大人到啊！到台大人到啦！趕快出迎！夫人，風箏之事務必查明。知道。人嚟叫賤婢催蓮，知道。賤婢還不快來！
歲。夫人啊，我亦低罩面相逢，我未有問他名號啊，好膽！床間威罪話含糊，不打你是不知苦，行邊都欲你難鬧，人來取家法出堂。夫人冇啊，手執憑鞭當頭鞭掃啊！夫人啊冇啊！夫人，哎呀，新聲舊湯，我且人愛好啊！將生受累十無辜，我若講是他災禍就到。我都係咬實牙關門人吧，盤張皮肉再受煎熬。我自問無愧心，哪怕他再施殘暴夫人，稱夫人名稱都做錯分毫。縱是打死我時，也是無言可過。翠蓮，你唔會做。何必自己甘受苦呢？你把實情講出嚟，夫人定將你維護，更為你撮合，等你嫁個好丈夫。夫人要我講實情，我實在唔知道。事情做錯要早回頭，須知夫人講你係為你好。夫人對我記在心，後就點會唔知道？嫌棄你死不招，分明欺我心腸好，賤丫頭，真可老我打死你都冇撞過。夫人，風箏之事，查問如何？老爺，風箏之事乃賤婢翠蓮所為。
崔蓮也曾拷問賤婢佢此後不招，此後不招嘛。一係取江都馬城，賤婢。到底呢個情況是誰？快快從實招來，如若不然，呢也來何？江道一把，馬繩一條，要你死來我看。哎，慢！人嚟將賤婢鎖入柴房。知道。夫人，因何饒恕賤婢？老爺，你說過送一婢女給道台為妾，難道忘了此事？夫人言之有理。
王嚟接班好月色啊！一輪明月照海藍老師，啊！莫非你多飲幾杯花了眼，干戈重陽，只得半邊明月？何以說一輪明月照海南啊？你看見是半邊明月，半邊明月，呢我看到也是半邊明月。本來就係半邊明月噃。你看到是半邊明月，呢我看見亦是半邊明月，咁合起來，豈不是一輪明月啦麼？啊？哦啊？哦，啊？老師博學多才，無人不讚。讚你諸子百家，天文地理無所不識啊！我有所不曉啊！哪樣不曉？一不曉阿諛諂媚，二不曉顛倒是非，三不曉傷天害理。此所以得人稱讚啊！此所以得罪權奸啊！你呀，惡啊，官也人嘅他，真啊，黑咩炭，型啊，清啊，正啊，奸，再見難，父啊，細吹啊嚴。不理還悲啊，公屈實太冇眼，我今願稱他得啦喎，擔咩飯？那榮啊話貴貴，我是啊等你閒，非啊是啊老夫皮啊成硬應啊流。正雅氣，在人間，願得天下英才，而教育雅之，雖窮何堪啊！
來悲聲隱隱傳到此間老奴耳背，乜都聽唔到啊！老夫心清，非因風龍足，不是雨淋漓。民間多疾苦，是夜又悲聲啊！哦，老師，夜行多路，請早回書院休息也罷。好，回書院。請。
嚟咯！呢位老人家又嚟呀！呢位相公為何深夜到此啊？哦，小生為找同鄉，來到此處迷失了路。此處是否瓊台書院呢？哦，正是瓊台書院啊！是否有一位張日文相公啊？有。我尋的正是他。哦，原來你揾阿張相公啊？好，隨我來。正是心中難消千萬恨，眼前起過一重關。唔使客氣，請啊！重陽偶榮風箏句，線上提羅上黯然。哀哀遙我誰今一夜無眠，為是倦。相公，請。
嚟啦相公請開門。嚟啦！哦，張兄，一別多時，今天特來拜訪啊！仁兄駕到，蓬蓽生光，有請。有請。仁兄，請坐。不知仁兄駕臨，有何賜教啊？請教是真。小弟不才，哪敢班門弄斧呢？張兄休要客氣啊！既然如此，不知談詩，抑或係論文啊？哦，張兄，論詩詞，我本是個門外漢，不過近日聽聞人家講，有詩詞一首共百行，爭論不一難定案。有人話佢係淫邪詞夫，有人又讚佢係絕好文章。特來請教仁兄念來容我試上。張兄請停，仁兄請念啊！請聽啊！不羨紅絲牽一線，扶搖直上遙空，幾曾受夢繞放縱，凄香心演轉寫影骨玲瓏，信到黃花環比秀，無端輕落泥中，盤將弱質鬥西風明西同，只薄身肯逐飄蓬啊！請問詩句自何來？係個同鄉對我講，他又聽從何處？此詩已四處傳埋揚，四處傳揚啊！還有人為這首詩詞弄到去和從天降。禍從天降。哎呀，仁兄啊，只因小弟重九登高，拾得風箏一隻，一時有感，才有題下這首詞咋。哦，係咁你無端夜出此和一情莫非冤枉那丫鬟？難說他私下情，豈能無話孤入罪？此詩便
好事景中音字，真台夢風起啊浪，那還又怎樣？他一定把心作約。張兄啊，那依邊我空又恨門巷，一風箏經滿共春雨浪，一首詩居然會認作追撞，料不到卻累了小姑娘。張兄若是有心人，可救姑娘脱羅網呢？真台門高久有我，不默焉能敵刀槍啊！張兒子海鬥龍王，忠誠眷屬，好榜樣噃。神話分明憑想像，人間世上就莫商量咯。人間也有個王寶釧，敢與爹爹三擊掌。可惜聖母宮前難再見，翠蓮困鎖在柴房，又未知他心是否似我心。我睇個姑娘比你仲好貪靚。仁兄，我似將生情意重，中間誰個是紅娘？難將痴線代搖琴。好啦，咁我就將此線送到個姑娘手上。唔得㗎。哦，到底你係個相公，佢只係個丫鬟。非也，恐仁兄你不會飛檐走壁，難入真台府上，又防萬一疏漏，那時反累小姑娘咋？原來相公果是真誠，我翠蓮今天來得不叫我如何開口講明白好呢？同心其利斷金，請看這手帕一方啊！你係翠蓮？哎呀！怪不得我現時非常，
你因何女扮男裝來到訪啊？若非如此，怕我今生今世也難到你舒服我。哎呀，原來你苦難親嘗，正如你方才所講，可恨真台無理，累你飽心在養羅。我還有苦情在後添，真台要將我催連送於高台為妾，聽聞此言擔尖心話寒舌，什麼食真啊，數是什麼着明啊，何止不是對聯，願望我變成黑夜圖溫雅，來到先後座才今日數親情，心中有萬意千言，一時難盡講。看他重重苦難，敬他意志堅強，本應表我真情有覺不易勞忙，張相公，我雖是出身貧賤，卻非無恥之輩，只因鎮台迫害，無奈冒險逃奔。想到相公當日同情，因此到來求助。若蒙相救，便是在造之恩嘛。路見不平，常應相助，為是那鎮台勢大，怎避鋒芒啊？張相公，我是出籠飛鳥，斷不重入網羅。就算刀斧臨頭，我也不敢違機簽。若然相公留我，我豈非無情無義，哪有不留之理呢？為是此時此地。張相公啊，我日之書院學堂難藏女子，為求眼前險過，然後帶我回鄉。我催連能耕能織，願同金夫相公你旨意如何呢？感你情真意重，願諧地久天長。
親民，在之事，知而後有定而後能正而後能安而後能慮而後能得，物有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故知欲明得於天下者，先知其國；欲知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正其意；欲成其意者，先知其知；知在家。一片讀書聲，滿園徒你好。不枉我長教一年，人說寶啊那到未啊路，公道在人心，疾風只一勁草啊！決不攀權護委世，寧守我達望情高你弄功名何足道，我行我素落得滔滔，白在是人才是興邦之道啊！
陽3天假後，還要約束生兔啊！稟告老師，大事不好啊！何事驚慌啊？真台派兵圍困書院，說道有婢女私逃。這與我書院何干？可知是何故啊？說是學生勾引，要捉奸徒啊！絕無此事。老夫所教生徒個個規行舉步啊！那鎮台是為一作福，一向護理護啊徒，又來侮辱斯文，待我出言應付啊！走，慢，老師，鎮台雖然無理，亦非根據全無老師，書院有8多學生，或者有1-2個頑皮都亦難擔保啊！依老奴之見，先行查個明白，再去接見為告。姑且稍作稽查，亦未嘗不能好。你叫那年長嘅學生出嚟見我。知道。那鎮台若到，你要先向我打個招呼啊！知道。鎮台，嘿。拜見老師。鎮台帶領人馬圍困書院，你哋可知是何故啊？學生未知底細，大家不解意圖。你哋聽住，他說我書院呢有人在外招呀風，夜呀草，不守聖言禮教，勾引佢是呀你。徒敗壞我書院嘅名聲，你哋可察？到重陽3天假內，可有遊省登高啊？重陽佳節有登高，攜手同遊興致豪，聖母宮前風景好，空山寂靜聽松濤。山上遇見何人？歸途是否同路？上山逢道士，問路遇樵夫，來回4個人。我未敢行差半步。守規矩，好門徒。你哋翻入書房，待我更衣，後那鎮台到。
可知真台要帶領人馬守書院啊！兩下彷徨，一樣苦，如何是好你哋兩個有心事啊？我冇心事啊！冇心事？睇你哋神色不安，何以有書？如何是好啊？我擔心真台佢守書院。哦，難道係佢啊？哎呀！咁睇嚟，老師都還在滿湖樓。將相公啊，真台大人快到啦！立啊！求你救他一命，求你救他一命啊！事到如今，你還是快向老師講明才好。快去，快去！為是真台臨門，我怎生應付啊？不過，我說老師還未下課，正在講解離數。快去，快去！立啊！立啊！哎呀！一文，你跪在老師跟前是何故啊？老師，係我收留真台師婢他實在無辜啊！啊，係你啊！那一聲啊，笑話奴才，不夜中搞到累為師啊，喪名譽啊！你自前那途是有恩情可說，請老師息那怒，敢將心機明月，我非浪子登途。他人啊問啊你勾人，你啊經滿肚，到今時你還狡辯啊！不是兇猛之一途，他被當婦人，奔實不甘任人擺布啊！內情怎樣？重陽佳節，我與書友登高，拾得斷線風箏。我便提詩寄懷抱，山前來了一位官夫女郎，他吹去風箏下山如飛。快步卻又來，婦
風箏詩中之意，男女授受之間若無曖昧行為，何至弄成今日啊？一枝成罪證，平地起波濤，真台亂猜疑，是皮難申訴。堂前遭毒打，柴坊當監牢。他出州是西裏逃生，靈節不彎，潔身自控。這女子都是個硬骨頭啊！學生敬重於他，正是這點啊！胡說！他出奔則有志，人奔則不該。你敬之為同情，立之為非禮，差之毫厘，謬以千里，何不慎哉啊！事到如今，我問你點？你叫老師又點啊？啊？嘿嘿，老師，學生死而無悔，斷不作父義之徒話。願挺身見真台，天大罪名都不能負。老師實不相瞞，我仲係翠蓮，有苦情代受啊！馬蛋，你兩人真不知地厚天高啊！老師啊！起來起來！你嘅事情我完全知道，李家主人帶領人馬圍困書院，你累己累人，今實老夫啊！老師你莫怪，孤物弄是非情，情是我立下之不就算上多山，就算身入龍潭，我已無一塌糊塗，我看你兩人都比初生之犢不為啊！老師，
化為了書院，你插翼也難逃。我願撳翠簾，挺身死不顧，去與真台講道理，記一步是行一步。真台得我似金心，應該我去好。你去定送死，還是我去好？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哎呀！他兩人爭住臨危險，可算得意中清高。那真台主學焚琴，我豈能坐而不顧？要救他脫離災難，要顧他大好前途。為是那真台佢勢大官高，叫我如何應付老師，老師，依老奴之見，先揾個地方將他收藏。再來遠放。為你兩人照顧，令我心血交付一文過嚟，你帶他前去轎廳，將佢藏在轎底。你在轎底切勿聲張，老夫自有良謀在後。謝老師，快去！老師啊！快去！老師，出營。不知大人駕到有失遠迎，上其樹亮啊！哼！
人到來有何指教？請到其場。謝咗格，你嘅門下有多少生徒？門下生徒100有餘。哦，可算是桃李滿門咯。大人過獎啊！日常授何書本4書5經各居其半啊。？4書5經不監也罷，何不專攻一科？哪一科？教讀西商啊！看你滿面羞慚，若非教讀西商，何止書院不成書院？若是書院不成書院，此地是什麼所在啊？乃是勾欄，藏舊立污字，疏啊！何以見得啊？你枉食朝奉，誤人子弟，還來詐懵裝傻。三字經講清楚，教不嚴師之道，呢門生曾闖禍，叫你老話師做什麼？這某雖不拿財，但係聖言呢個位有錯。哦，咁請答人，你明已教啊！你嘅門生勾引女子作奸啊，犯科。勾引誰家女子？勾引我家侍婢翠蓮啊，非同小可。好膽啊！人賓狗俠，借書院作干六科。這還了得？你是一院之尊，如何答覆啊？我你講，如此說，這某太過糊塗，糊塗大過，有所管教。你管教有錯，不過什麼？不過大人話我學生勾引你侍婢翠蓮，係大人你耳聞，抑或係目睹啊？大人，你話係親眼看見，佢就唔敢推搪諸多啦。是我的目而觀，難道有錯？如此說，若沒大人你啦。此話何解？大人，自你鎮守瓊州以來，人人畏懼，足見大人你嘅威德。唯是今日之事，既係大人你親眼所見，區區一府內丫鬟，何不就地擒拿犯，讓他逃脫？看將起來，大人似有相當之罪噃。老夫有罪，罪在何來？大人，你官居鎮台，竟然縱容侍婢私奔，誘惑我生源，玷污我書院，你居心何在？你責有難辭啊！開個屁！分明係你嘅學生勾引在前，你窩藏在後。你這書院學規何全？你這老師要來何用？這某無才無德，有所管教，出此生徒也未可料。為是大人嘅侍婢生長，在禮儀之門又出自大人你所教，竟然做出此不端之事，真係令人難信啊！
我你知唔應對，狡辯啦諸多。書院定有此事情啊，快講我一清二楚。此事既係大人你親眼見，還來問我得咁囉嗦啊！重陽放假我回家，昨晚歸來我不清楚。我看見你定然有此事啊，莫道老夫難來你啊！條左右啊，你們把書院心啊我勸你知錯當面來認錯，書院經已早封鎖，他非亦非不去，躲亦難以躲，知機快交人，尚且可補過。借謀有何過錯？你若要守書院，就先將公文交與我。公文我掌握，誰個敢攔阻？心理小小一書院，要公文做什麼？文有文職權，武有武官助，借謀雖小亦是朝廷嘅器物，書院雖小有助取士開科，到台大人係我上司。你若要守書院，就先得他許可啊！你分明就係借詞推託。非也，我只怕兩位大人弄到文武得嘛？你莫幾到台來壓本官，也請大人你尊重我。我沒有公文啊，也要守，守不出來，你又話如何？你分明就係藐視本鎮台啊！藐視王法，蔑視同僚，我係擔心大人你會做錯。大人，去年係送於都台為妾，去討首領公文，有何不可呢？你有所不知啊！此事若被都台大人之聞，手出事就門風有損，手不出啊，難以收貨呢。大人，若都台要人交唔出，就更為不妥噃。這左右為難，欺殺老寡婦，哎！大人，是否貴體欠安啊？我呸！你想變我見道台姐仔放緊男女脫網路啊？書院圍滿你嘅貴兵丁，還有一個能趕嘅師爺，就算係蒼蠅也難飛呀過。好，一同前去莫蹉跎啊！師爺該吩咐加派兵丁圍困書院，不論男女人等，一律不准通過。知道。
分書，無論男女人老幼不准開講。你要與我同行，謝某正要同去，立刻啟程，事不宜遲。門前備馬。知道。來庭打轎，走！請啊！謝寶老頭兒，他，偏偏遠離在後灣。你來，莫雅輕壓立我。你呀書言，你經已定啊良謀，要把叫計取啊練，來啊放走啊，哪怕震啊台幾一步，一回頭。我知你擔憂，還要暫時忍呢受屈。你居心將計下扭啊，分明將氣鬥啊，天時經晏晝，關不快射就快走。謝老師，我膊頭真夠受咯，不如唞一唞我，唞過後再走。你將到捉嘅樹波，你到時唞個夠啦。分明左時合喎，不准你哋透喎，壓繳起情。已到竹樹波頭，不如俾我哋唞一唞。我抬到氣喘喘啊，大汗滿頭。不准歇息，休多開口，走！大人，人心係肉做，佢哋並非係馬牛。你騎嘅係畜生，我用嘅係人力，人又點能比得上你隻禽獸呢？天時尚早，何必擔憂啊？哎我屁！分明是不敢前去過夜，在此啊停啊立喎，橋左啊右啊，你們壓叫走啊，壓叫起行啊！大人，你睇下你貴兵丁一個個如狼似虎，推到我兩名轎夫玉環逞兇毆打，不道有干法例，恐怕
亦難服人心啊！唉，慢打他們，扯他們起來趕路，快走！慢，謝福謝樂，啊，老師，有冇跌親啊？我跌親條尾龍骨，痛到哎呦了不得啊！我就冇乜，哎呀，就係唔喐得啊！咁即係唔去得。哎呀，好啦，縱然是嬌夫地壞，也不可在此停留。再由打開繳喎！哎呀，你們抬轎走啊，抬轎起行。大人，若以貴兵丁充作借謀繳夫於情，不應於理，不合於法，也不容啊！是老夫主意，有何不可？走！大人，朝廷養兵係用來守土衛國，若充作借謀繳夫，被朝廷聞知，你我嘅人頭都難保啊！此地離道台府不遠，於謀之見嘛。如何？大人，我啊寧願捨轎不坐，步行而去，到休啊休啊！立刻起程啊！莫言時候話快走啊！謝福謝樂，啊，老師，你哋身上有傷，響住唞一唞。莫咗行人來往啊，將轎抬到竹樹坡頭，唞完之後到道台府接我。知道。你來！啊，走！哎！莫咗行人來往，把轎抬到竹樹坡頭，拗。翠玲姑娘，真係走遠啦！
東民意水道，搜出戰家頭，二馬城，碌花姐仆。喜則喜趣年，笑在團嗱經過籌謀一番，計上心間，沿途食放嗰個受苦丫鬟，黃將軍何堪如仙生談，何堪如仙生談，人已出關，入手千番，手不着往情慢，他來時為世去必收慘，哈哈哈哈，哦哈哈哈哈哈哈。衝啊衝，趕去接他回鄉下。翠蓮，翠蓮。翠蓮，張郎，翠蓮，我等得好苦啊！苦盡甘來呀！看彩霞，燦爛如畫。雲水為花，似你不怕風吹和浪打。成就了